继续关心，有一架巴贝多级别空刷船顶19个人，是要对中国驶去新加坡，也毋过即马受风台影响，规架船起一边，而且水走入去船内底，内底19个人加载拢有风救起来。也若进前因为凯比风台伫台南的黄金海岸靠打嘅所谓阿号，即马因为因的公司解散。船即马无人处理，市府就惊风台会甲船掀倒去，呼吁民众毋通挖紧。海巡的船舰出动，伫正歹的海上内面开始搜救任务。前船主报过来，疑似是船舱进水失去动力。伫风雨内面，民众翕到这架巴贝多级的空刷船，本来是要对中国去新加坡，但是受到3度2风台的影响，伫台东南市附近船舱入水船出去，船顶19个人受困。毋但海巡的船舰去抢救，嘛出动直升机去救援。那船长在通报那艘他们的货轮失去动力，那船长宣布弃船。那本署有就立即启动了相关的救援机制，19名船员都平安的调挂到兰屿机场。海上真正足歹的，中风雨伤大，无法度吊挂。后壁行政院国家搜救指挥中心陆续调派空勤总队、国防部海巡署这救援兵力，出动飞行器4架、顺风救援舰1架，总算伫下晡2点20完成救援任务，19个人拢总营救起来。不过，这空刷船是靠搭伫南势的海域，后壁要安怎处理？这相关单位嘛继续在关注。毕竟这一艘是货轮，它有一定量的存放的柴油。高雄这边海保署他们有准备资材，那以及我们台东环保局这边的也盘点相关的应变资材。后续如果需要，等船班可以也会紧急在运送过去当地来做紧急的支援上。另外，因为凯比风台风吹去台南黄金海岸的货轮苏菲亚号，本地伫凯比风台过后就要拆除，但无想到船公司已经解散，求偿真困难，就算伫原地拆解，拢需要上千万这么大条钱。对这市府希望和中央全力配合，用制度性来解决。紧急避难或是台风天灾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绝对的管理权，因为它这样子造成我们台湾很大的困扰，拆解费就要超过1000万台币以上。那如果造成污染，所造成的生态浩劫或其他的部分更是这个难以估计。3度2风台并无登陆台湾，但是敢若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就已经造成轮船、货轮靠搭，会当看出伊的威力有偌强。相关单位呼吁民众莫出门，做好防台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